就都講過之後，繼續昨天提交國際，你就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來關心嘅係 LG 嘅新選舉。德國大選結束之後，每傾議考題入到提示選區，不過佢大量嘅政黨拿到嘅票數，從而摸住佢按到。另外，德國嘅企業派能類選策黨顛倒變做係佢哋嘅國會提上台黨，到底一連串嘅變化會帶來哪啲影響？今日節目焦點為大家繞強度嘅係談講大學 LG 研究所莊鳳錯莊教授，張教授您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裡面。那我先在我們今天的選舉主題之前，我想要請教老師，我還依稀記得大學在念政治學的時候，那時候老師還特別強調說，大家在念內閣制的時候，不要忘記德國這個國家，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它是在政治學課本裡面一個很獨立的篇章。我比較好奇說，老師剛好是在德國攻讀政治學的博士，那也在德國任教過，是什麼使德國的內閣制會足以成為我們教科書裡面的典範？當然是有它的特色啊，德國的聯邦制度啊是世界典範之一了啊，美國跟德國都是聯邦制。那我們提到說這個聯邦制度啊，它有所謂的聯邦政府跟邦政府，是目前德國有16邦，所以有16個邦政府。那聯邦政府跟邦政府的選舉產生方式，都是由聯邦的國會大選跟邦議會選舉產生。啊，最高票得數的這個政黨，通常是政黨這個最高票的政黨黨魁出任總理或是邦長這個方式。那再由這個總理或者邦長來從當選的議員名單裡面去挑選議員，來擔任各部會的部長，所以這個特色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出說，德國聯邦制度裡面很好玩，行政跟立法是合一的。是哦，聯邦政府裡面這是部會首長，他也是國會議員的身份。哦，所以說在運作上面就有個方便，他提的政策，他自己馬上就是一個支持的一票。對，哦，所以說這個是他穩定的因素之一啦。那聯邦政府之外，哦。是透聯邦政府總理是透過這個國會，那我們這所謂的國會是所謂的 Bundestag，我們翻作說眾議院。對，那德國它是2院制的國會制度，還有一個上議院。那上議院是由各邦推派代表組成，最多3個代表，最多6個代表，最少3個代表，總共60幾席。那眾議院是直接由人民選舉產生的，所以我們常常在教科書上面看到說，眾議院是德國的最高立法機構，是沒有錯，因為它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它的代表性也是最高的。那除了這個聯邦議會、聯邦政府之外，那這個憲法機構裡面還有聯邦憲法法院等等等這些東西。那我們看到說，這個制度裡面在運作上面，在他們的權限劃分裡面是值得我們去注意的。聯邦制度裡面所強調的是聯邦政府跟邦政府分權，對，好，因事務的性質來分配，什麼性質是，譬如說屬於全國性質的政策，國防外交由聯邦政府來主導，是。那因地制宜的，譬如說觀光、教育、文化政策，地方比較熟悉嘛，就由邦政府來主導。所以這種分權制度，哦，是不同於其他國家，比如我們國內或者是法國，是不太一樣的。OK， 那要有這樣的政治制度，當然前提是先經過選舉。我記得講德國的選舉的時候，有幾個專有名詞還印象很深，比方說他們在選制上是不是有所謂的直接選舉跟超額選舉，還有另外一個議席的補充制度，這些的設計有什麼作用？那為什麼一開始會有這樣的一個設計在？講到這個的話，就是點出了複雜的德國的選舉制度了啊。那我想說，在這一次的選舉結果之後，我們看到說它的總席位，達到709席。對。那這個709席是比現在的631席還多了78席。是。所以現在這個德國議會現在最忙碌的就是開始在調整，找空間去塞78個座位給新的議員啊，所以這個數量是超出非常多的啊。那為什麼會超出這麼多？那就要回溯到剛才您的問題，這個選舉制度裡面它的特殊性。那我們說德國選舉制度是採取所謂的比例代表制，是
好，1人2票，第一票选人，对，第二票选党。这我们国内的选民都还到目前为止都还很清楚。是，那在这个制度里面啊，他们在过去的这个选举制度改革里面就确定，在国会众议院里面基本的席位啊 ，Grundsitz 是598席。对，好，如果说598席没有其他增加的或者是超额的一个数量的话，就基本上国会它的编制是蛮接近法国的577席。是哦，那英国600多席。那为什么今天会冲到709席？那主要就是说，在第一票选人的部分啊，是根据德国内政部所规划的299个这个选区啊，这个选区的编号从16个联邦、16个邦从北到南编下来。对，那299个选区里面，每个选区选2位，当选候选人。那这个当选的这个候选人叫做 direct mandate， 就直接候选人，是直接选举人。那所以说各政党在各个选区里面去角逐最高票的那2个人当选。对，所以这一次的选举里面，我们根据这个德国内政部一个公布的资料，总共有42个政党参加这次的选举啊。那结果是只有6个政党超过5%的门槛进入这次的国会，所以其他36个政党都是利用这个机会来提高他们政党的那个能见度了啊。那所以说6个政党来分配这些席位。好，那这个598席，根据这个选人的第一票的选举出来之后，还没有结束，是还要计算第二票政党票。对，因为在德国的选举制度里面，他们是非常非常重视政党的角色。政党政治维持了这个德国的政局的稳定度。所以，我们如果说各位还记得的话，9月4号，在德国的5家电视台举办的唯一的一场电视辩论会。对，那这次辩论的话，就是台湾时间是9月4号凌晨2点15分。那我也起个大早。在电视机前面有追踪了97分钟，好，那结果是这个苏芝是赢了梅克尔。那这次辩论之后，本来苏芝的政党社民党差距梅克尔的基民党是有16个百分点左右哦。对，那这一次辩论之后，拉近了3个百分点，所以差距大概是在13个百分点。是，那所以说苏芝他就在下战帖。要求梅克尔再举行第2次电视辩论，他乘胜追击啊。是，那你知道吗？梅克尔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们德国的选举制度不像美国，美国是选人，对，希拉蕊跟川普2个候选人由选民来决定，对，但是德国是选党，所以他以这个选党政党政治这个理由，把它驳回了他第2次。这个电视辩论的一个挑战，所以第2票在选举制度里面被重视是有这种背景的。那第2票里面的计算方式会影响最终的一个席位的总席位。那这边的话，它计算方式就是第2票没有超过5%门槛的所有政党是获得的票数全部不计，是，那就是。这一次6个有超过5%的政党的第2票的数量，把它加总起来，36个党，6个政党，对，因为这次只有6个政党超过5%嘛，是，那就以这个6个政党的第2票的得票数总数为基础，是，那这个总数加起来大概4500多万票，那再除以刚才基础席位是598席，是。那除以598之后，就算出来每个席位要有多少的这个政党票，对，大概是7万票左右。7万。所以，那么这个7万票计算出来之后，那我再一个政党来算，基民党在这个第2票大概获得1200万票。那1200万除以这个8，那大概是应该是200多席。
那这个算法算出6个党，他应该获得多少席位？是。那算出来之后，如果说这个 A 党他算出来席位是比他直接选举人的数量还少的话，对，那这个时候就要补充给他。是。这个就是 Ausgleich Mandat。比如说，如果说 A 党他在这边是150席，但是他直接当选人只有140席，对，150减140就差了10，是，那就要补给他10个席位。那第二个叫做 Überhangsmandat， 就是超额选举人。是。那如果说 B 党他在直接当选人、直接选举人，他的数量比他刚才计算出来第2票的平均的数量还多的话，比如说他在直接当选人是这个170位，对，但是他政党票算出来得票是150席的话，对，那170减掉150，多出了20席，是，那这20席照样让他进入国会。超额选举就这个意思。这个就造成所谓的超额选举人，所以又有补充的不足的补充给他，多出来的要照单全收让他进入国会。所以最后709是因为这2个制度之后是才会变这么多，没有错。那我如果用这个制度这么复杂来看，反而让我们担心说，这么复杂的选举制度，可是结果来看，是不是反而在内阁制的运作上，相较于我们看最近，比方说美伊解散英国国会，然后日本安倍过几天也要解散国会，好像比较少听到有德国解散国会这样状况。是什么使德国的内阁制好像格外的稳定？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5%门槛的设定的。对。那这个5%的设定很成功的避免了一个小党林立的政治局面。像这次就6个党而已嘛，是其他36党都没办法达到5%，所以避免了他们所谓威玛共和那个时期的一个乱象。对，好，那第二个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德国的联邦政府很少是一党执政的，都是联合政府，都是2个或2个以上的政党联合执政。那这个也造成说不会由一个单一政党当独裁的去统治这个德国，而造成说民意啦，这个跟很极端的跟某些的选项的一个选民的意见相左，而造成他们示威抗议，把这个政府颠覆的一个情形。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因为它是多党联合一个联合政府，对。那在这个德国的一个制度里面，这个联合政府2个或3个政党要组成联合政府之前，必须要透过谈判。当然，把各个政党的政见、政策要求达成一个相当的一个共识之后呢，还要签订一个叫 Regierungsvertrag， 就是政府协定。那政府协定就是未来4年这2党或3党的联合政府合作的一个依据。那在这个联合协定的一个运作之下，我们看到说梅克尔他也必须要遵照在跟社民党所组成的大联合政府所签订的这个政府协定里面所规定的，要提高这个基本工资。对。那基本工资基本上是社民党的一个政策主轴，不是基民党的基民党是比较站在资方的。是。但是这个政府协定里面有提到这个承诺，所以梅克尔基民党也必须要履行这个承诺。所以说基本工时里面，我们看到以前是8.51个小时，8.5欧元。对。现在梅克尔政府已经慢慢的从8.6几、8.7，现在提高8.94。所以说这个政府协定让这个联合政府虽然是由2个或3个政党组成，但是非常有约束性的让这个政党能够在这个框架里面去运作它的公共政策，所以造成它的稳定的局面。第3个因素我要强调的是，川普的这种政治素人或者是商人总统的现象是不会在德国发生的。我们从过去历届的德国总理、最高行政首长一个特质来看，
每个都是非常有政治经验的，都在他的政党里面泡了好几年，当上党魁，当上什么部长，一步一步当上来。所以这个总理梅克12年了，还是这么稳固，因为他懂得这个政治文化，懂得政治艺术，懂得他总理他的协调性质的工作，所以这些原因加总起来，让长期的这个德国政府啊，是相较于其他你刚才讲日本的。这个英国是相较来讲是相当稳定。OK， 好，谢谢老师。新闻中教授的上半场的时间，针对德国的内阁制、老复杂的选举制度做了很完全的了解。稍人些细看一下，等下针对礼拜台前国家相关的问题，让去讲来。大家轉到討論嘅現狀，下拿到老禮拜德國台前相關的問題，其實強調了的現場嘅狀況狀告訴。老師，我們在選後看到一些分析都會講說，其實結果沒什麼意外的，梅克也可以進入第4任期，但是他所帶領的基民基社聯盟，其實得票票數好像比預期少了不少。那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的結果？當然，這一次的選舉裡面啊，我們說是2大黨的慘敗了，其他小黨都是比較於2013年。他的得票率都有增加，增加最多的就是自民党跟另类选择党。哦，那基民党跟社民党，他的得票率都大幅的下降，特别是梅克的政党基民党，它下降了8.6%，相当大的一个幅度。那社民党也跌了5%，所以加起来是13%。所以是不是有所谓的奥地利效应发生在德国啊？这是值得我们去观察。奥地利在去年的国会大选，本来他们所组成的大联合政府也是惨败，推行一些总统政策都被人民认为啊，这是非常跟民意相违的。所以说在奥地利大联合政府失败之后，极右派政党也冒出头了。对，所以这个现象跟我们这一次在德国观察几乎是一模一样。2大政党它的得票明显的下降。那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它还是维持它的胜选，梅克还是可以担任这个总理了。那他的挑战是非常大的。第一个，梅克必须要重视这次选民的声音。比如说这个社民党跟左翼政党Die Linke所强打的，要提高这个社会公义社会正义这个事情。那在过去的这几年，刚才我也跟各位观众报告过了，这个基民党梅克的政党是基本上是倾向企业的资方的，所以他对于劳工一些照顾他是比较疏忽的。那所以他在这次选举当中的话，梅克我感觉到他也没有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在9月中有一次电视辩论，在9月4号电视辩论之后，德国第2电视台又为了舒兹跟梅克尔制作了一个90分钟的专访节目。是，那现场里面邀请了150位德国选民，来现场跟这个舒兹跟梅克尔对话。对，那有一个这个做了工作40几年的这个老太太，她退休了，她就说她退休之后才领650块欧元的退休金，生活就是很不好过。如果说扣掉房租400-500块，剩下100-200块，她连出去喝个咖啡、吃块蛋糕都是奢侈。她就问梅克尔说：“那对这种退休金制度是不是能够提高？那一些我们劳工的条件是不是能够再优惠一点？”是，梅克尔竟然跟他讲说，短期之内联邦政府不可能马上去修改。是，所以说他的态度是这个样子的。那这些表态啊，你可以说梅克尔他对他的政策是非常有把握的，负责。因为他做了12年，对，他政绩也非常好，失业率从过去2005年他刚上台的时候，从500万降为250万，对，大砍一半。所以250万人
有工作了，所以他非常引以为豪。对，那他也说，德国企业对目前德国的经济环境，把它形容为是德国统一之后最佳的状况。是，所以这几个条件让德国梅克尔他认为他的执政是 OK 的，他维持了经济火车头，在欧洲的火车头。所以说他认为说只要这样做，稳定这样做就好了。那这些事情他不去动的，那就是说他不去动这个政策这种想法，让这些选民啊感到非常担心。我们说的话，我们的心声，总理听不进去。是，所以说在基民党所损失的这8.6个这个百分点啊，对，我们可以看到，基民党它本身它是中间偏右，中间偏右里面有很多又更右的，是，又更右就靠向极右派的另类选择党，是 FD。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基民党的比较右派思想的选民，就干脆我就靠到这另类选择党。不要忘记了，另类选择党在2013年创党的时候，他的创党的元老之一就是亚历山大高兰特这个人是从基民党跳槽出来的，是的，所以他对梅克尔的政策是非常了若指掌，非常了解、非常不满意的。所以说，在这个因素底下，基民党他会流失这么大的一个票数，是可以理解的。老师，那照您这样分析，我们就会把重点更摆向在这个不到1个月之后的这个阻隔这件事情。如果说对联合政府，其实选民开始有所谓的奥地利效应有一些质疑，那接下来我们看了一下，在这几个唯一可以组成过半席次的，大概就是基民基社联盟加绿党加上自民党，那个刚好是牙买加国旗那3个颜色，所以他们讲牙买加联盟。那是不是只有这个选项？那某种程度，这会不会又是其实是一种德国共识政治的再一次的体现而已？这是目前梅克尔最烦恼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根据我们这次这个选举结果来看，709席要过半就是355席。对，所以355席这个基数来看，基民党跟社民党，对，如果说可以联合成现在的大联合政府，总共是399席，它是可以的。对，但是社民党在败选之后，他就宣布他要做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不跟梅克尔再组成大联合，所以说这个选项就被剔除掉了。他们拿20.5%的票，是这些其实都不用想了。是，所以第二个选项就是牙买加联合政府跟自民党跟绿党来组成，那3党加起来有超过355席，达到393席，所以说这个选项是 OK 的。那如果说在年底这3个党没有办法签订这个政府协定，对，那就宣告破局，宣告破局就要重新国会大选。哇，那我想说，梅克尔他应该会避免国会大选重新举行国会大选的一个可能性因为他也知道说，他这次选这么差了嘛，再选不会更好，再选的不会更好，而且耗费资源太多了。所以说我认为从过去他12年执政，他一个这么纯熟的老练的一个政治艺术的话，应该可以成功的跟自民党跟绿党来协调，达成联合政府。但现在问题，我们回到说，现在选举过后到现在几天的时间，那梅克尔是非常积极的，在朝牙买加政府这个联合政府方向在走。对，那他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跟他的姐妹党基社党去谈好。那所以说，基社党在最近的一个跟梅克尔的交锋是非常多。那基社党也对于他们这次的不成功的、不漂亮的胜选感到非常感冒。他认为说梅克尔的政策是必须要被检讨的。那相反，他们认为说基社党让步太多了。如果说他们当时能够坚持的话，也许就不会成绩会更好一点。所以说他在最近跟梅克尔谈判里面，他就很坚持，他所谓的难民上限这个条件一定要加入这个政府协定里面。
那这个问题又让这个梅克尔基民党感到非常头痛。对，因为在梅克尔在竞选期间，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2015年进入德国的难民89万人，对，今年从年初到现在才9万人，对，我是很成功的控制这个难民的数量，而且这个基社党所提出的上限是每年20万人，那现在才9万，还不到你的上限，还不到你的上限，所以基民党何苦要定一个上限？这个上限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基社党是对他巴伐利亚邦的选民拍胸脯，说我一定要让这个政策实现，来保障，来避免2015年跨这个蜜蜂汹涌式的从这个巴伐利亚邦进入这个巴伐利亚邦来，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所以基民党跟基社党能不能很有效率在最近谈出个结果？如果说能够谈出一个结果，才能够再跟自民党还有绿党去谈，各有各的困难。绿党跟自民党，它跟这个梅克尔的差异性是更大的。这怎么说呢？在我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他们的政见的一个分析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政策，核心的政策，比如说安全政策，基民党是主张说在重要的区域里面可以加装这个监视器，但是自民党他是反对的，侵害我的隐私。是，那。